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8，旧历的4月11，礼拜四。好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国道3号路南154公里苗栗万里的路段，下晡1点半，有一台大货车可能是崩链冲撞内底护栏了后来并车。这台大货车倒摊去，车身有一半卡伫个护栏顶头。这是路南的货车来并车，所造成着就北来大塌车。原来是因为弄车的瞬间，车顶的货物落过去就北的车道，阻碍着车辆来通行。那路南的车道有2线封起来，剩上外口1线会通。加在这件车祸无人受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